来讲，家己七早暗晡有庙闹咧来放烟火，哪会知影讲烟火放了，仓库煞导火烧起来？消防局表示讲这个庙会是有经过申请，也消防人员有伫咧边仔警戒，也导火的所在是庙会搭烟火台的所在哦。也庙方看到有火，就赶紧去处理。这个火势是无传出去，无来扩大。也警察嘛讲，无接到人报讲有火灾。庙方的工作人员爬伫架仔顶面，用水要甲火来压无花，放烟火产生的火车，嘛落伫附近的回收场内底。民众甲家己即间公庙闹咧放烟火的画面翕起来，放伫网络，引起民众的讨论。这他们的仓库呢？因为仓库啊，这拢他们的厂房迄个加烟火啊。就是迄头顶刷火落来，所以迄报告大风箱头怎甲升掉。消防局表示，这场活动主办单位事先就有来申请，消防局嘛有安排人甲车伫现场做准备。是有发生导火的状况，但是庙方人员发现了后，就已经赶紧处理好势，所以无致殊火灾，因嘛无接到报案。那当晚我们消防人车也在场做人车的警戒民众所拍摄的画面应该是现场释放烟火时候遗留下来的残骸碎屑那后续并未有扩大燃烧的情势。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主办单位有配合消防队规划放烟火的范围，烟火放煞了后，嘛有用水车压淡了后来摒扫。火车甲火夫是有引到一寡物件，但是确实无造成火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